大家好啊！尋晚歐聯決賽打到香港時間深夜3點半，互射12碼之後，25至26年球季亦都正式落幕啦。喺呢一度好感激大家陪住我呢一個球季，小弟做呢個 channel 亦都正式係完成咗第10年啦，真係啊！呢一個日子係唔容易嘅。亦都要多謝大家，如果冇大家嘅話呢，我就冇辦法堅持做全職做到今時今日嘅。咁又好老土咁樣講噶啦，未來又會好努力好勇猛咁樣去進入第二個10年嘅咁樣啦，都係啊。咁當然啦，嚟緊嘅考驗就係世界盃噶啦。世界盃今季104場，每日可以有4至5場，真係可以做到我呢，哈哈哈。咁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落去啦。咁尋日咧，我亦都有做專屬直播嘅歐聯，竟然係禮拜六晚0點開始啊！咁所以咧，呢個靚時間就令到我終於做到第一次咧，就係同會員一齊睇嘅歐聯決賽專屬直播啦，睇晒全場去到3點半嘅。嗱，攞到正選陣容之後咧，咁我就話呢場波一係就阿仙奴贏0-1，一係就1-1完場要加時啦，咁都全中噶啦。問題就係話我估唔到咁快夏維斯會偷雞入波，咁但係我就一路睇落去呢，一路就同啲會員講，其實咁就唔係一個好嘅信號，因為入完波之後呢，我哋就見到一個來自2021年歐國杯決賽嘅景象，就係英國嗰邊太早入波啦，太早入波呢，一路縮都冇反擊。咁雖然今日呢一隊巴黎面對密集嘅能力比當日嘅意大利國家隊還要差，咁但係呢，我就話啦，你一路縮冇反擊呢，其實你後邊受壓，你嘅犯錯會有機會提升嘅。而我咪就咁樣講啦，未開波嘅時候我就係計咗啦，我預埋阿仙奴會犯錯，所以計埋佢哋會失波。邊個犯錯呢？一係就史基里，一係就莫斯昆拿。咁跟住我一路睇落去呢，我就見到巴黎斬波又唔到啊，冇高佬頂頭錘啊，咁我就話巴黎其實呢，你唔使搞咁多嘢嘅，你夾硬呢，好似之前車路士嗰個教練咁樣樣啦，阿羅新門啊，羅新尼啊，你夾硬中路突破，硬啲直線入去中間，跟住搏12碼就得，因為你淨係得一招啫嘛，就係搏12碼啫嘛，你夾硬送個直線落去爆。博呢就係莫斯昆拿輸12碼啦，因為我就係估就係莫斯昆拿最有機會輸12碼，咁結果咧不幸中嘅。咁有會員當時真係信咗，搞掂咗嘅。咁跟住啦就要互射12碼啦，互射12碼嘅時候，大家都覺得拉亞比對面嘅守門員矮10cm，冇乜機會啩，咁佢都撲救到12碼喎。諗住有希望嘅時候，去到射第5個，我見到加比爾，我就竟然講咗一句，我就話：咦，加比爾係飛機樣嚟噶噃，呢一隻球員大件頭，中堅係有呢種特性噶噃，仲要射第5個咁緊張啊！不幸又中咗。尋晚我嘅預測就交足功課啦，咁但係對於阿仙奴球迷嚟講就梗係唔好受啦。嗱，講到唔好受呢。如果冇得睇世界盃，咪更加唔好受啊！嗱，6月份噶啦，有啲人都開始去旅行，咁但係6月份就係 NBA 決賽同埋世界盃喎。但係若果你身處外地，嗱咁你就唔可以睇翻你自己國家製作出嚟嘅 NBA 決賽直播或者世界盃嘅節目噶噃，聽唔翻你自己語言嘅評述噶喎，因為有地區限制噶啦。呢個時候就需要 Surfshark VPN 啦。全球超過140個地點咧，有4500個 server 噶，咁只要撳個掣咧，換一換個 IP address，就突破到呢個地域嘅限制啦，咁就可以喺旅行裏邊咧睇翻你自己國家語言嘅 NBA 決賽同埋世界盃節目咯噃，咁就唔怕語言嘅問題啦，咁同埋有好多功能噶噃。Surfshark VPN 係會加密你網上嘅資料，防止第三方追蹤到盜用到嘅。咁如果你想有更全面嘅保障咧，可以升級做 Surfshark One 啦，咁就享有防毒安全搜尋同埋即時警示功能嘅。一個賬戶咧就可以無限登入，全家人都用得嘅。你而家用我呢條優惠 link 咧 www.surfshark.com/HOWAYNE 或者輸入我嘅專屬優惠曲
HOWAYNE 亦都得㗎。嗱，咁就可以享有額外4個月嘅服務嘅。咁你可以碌落去呢條片下邊嘅 info box 嗰度 click 入去研究翻、理解翻啦，就係 Surfshark VPN 嘅各種服務啦。既然係咁，我哋就不如先講互射12碼階段。巴黎嗰邊射失嘅係剛剛復出嘅紐勞文迪斯，拉亞救到。拉亞喺全場120分鐘裏邊，面對兩邊還出波同埋出迎嗰個級數呢，都肯定可以話係世界頂尖、最頂尖、再頂尖噶啦。而去到互射12碼嘅時候，我哋一向都知得到佢嘅能力唔係咁好，刀撲救到都可以話拉亞全場超額完成噶啦。咁但係可惜呢，就有兩個嘅隊友係射唔中目標，一個就係伊斯，咁另一個呢，就係加比爾。咁講到伊斯係其實都喺水晶宮方面係射開噶，咁即係話呢，其實佢射之前我都有咁樣講過嘅啫。咦，伊斯雖然射開，但係決賽經驗不足啦，咁啊真係疾步疾到連個籠都射唔中啊，咁佢就係射歪咗。而加比爾嗰度呢，就係啱啱都講過啦，呢種大件頭嘅中堅呢，通常都係咁嘅，即係我哋最有印象就係歐洲國家杯2000年史談一飛沖天去啊嘛，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唔係黑人白人，即係其實呢個冇關，即係最主要就係呢一種球員佢係即係清波。呢個係習慣性居多噶嘛，係咪？要佢射門比較少嘅，咁所以你會發現咧，佢一射門個身體向後昂咧，呢個好自然啊。所以次次見到啲大件頭中堅咧，其實你就會擔心佢炒飛機，咁啊真係不幸講中咗啦。咁至於啲人就問點解安排佢射第5個，咁亞迪達賽後訪問就話係球員自己自薦咁樣做。嗱，呢一度咧，好可能我哋都可以講一講咧，就阿迪達經驗啦，即係會唔會有陣時球員自薦，但係你都有你自己嘅即係安排或者策略，或者你都可以同個球員講，我好欣賞你勇氣，咁但係我哋會有我哋嘅安排，我會安排邊個射第幾個咁樣樣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即係有陣時呢啲嘢咧，就冇必然啱必然錯嘅。去到互射12碼，好多時有時都要講啲運氣。咁我哋唔會話好責怪互射12碼嘅安排啊，或者去到即係射嘅技術咁樣點樣樣嘅。但係呢一場嘅決賽咧，我哋一定要講翻嘅就係關於阿迪達嘅由頭到尾嘅部署啊，唔係淨係調動噶，係由頭到尾嘅部署啊。嗱，咁啊即係話依家開始由頭講噶啦。嗱，未開波嘅時候，未有正選陣容嘅時候啦，講到啊，咁我就話啦，嗱，阿迪達照計咧就係前邊擺夏維斯、沙卡、杜沙特，其實俾我估中咗佢會咁樣擺嘅，但係咧我就話咁樣擺咧，其實就唔係全場打穩手反擊，咁樣擺咧係叫做決賽模式，叫做咧就係速度緩慢假對攻，即係咩咧？即係其實。最近一路喺歐聯行上嚟嘅打法，最近一路喺英超壓尾嗰幾場嘅打法，即係攞50-50控球率，唔好太低控球率，亦唔好太高控球率，唔好太多壓迫，可以收縮嘅收縮，但係攞翻控球率嘅時候需要猜翻穩佢，可以唔用 killer pass， 可以唔用 risky pass， 多啲猜，多啲浪費時間，總言之係消磨戰。消磨戰咧就靠自己咧一路以嚟呢7年練出嚟嘅控球在腳去做基礎，一路浪費時間嘅時候等對方犯錯或搏角球，唔係淨係打穩手反擊，因為你擺呢3個前邊咧嘅反擊速度係唔快嘅，你係要靠猜嘅。你收縮嘅話咧，呢3個前邊係冇反擊噶嘛。嗱，呢個其實係必然係叫做阿仙奴嘅最佳打法嚟嘅，因為你擺呢個正選陣容就係要咁樣打。你唔壓迫就已經係首先令到巴黎最強嘅快攻武器冇咗。你50-50控球率，你一半時間收縮，其實巴黎就唔識破你密集，其餘時間呢，你就控球在腳，攞翻50% keep 翻個體力，再搏你最想搏嘅角球啊嘛，係咪？好啦，去到正選陣容嘅時候，真係咁樣擺啦，咁我就以為佢真係咁樣打啦。咁啊，超出晒預期嘅地方就係5分鐘呢個咧就係對方嘅巴西中堅啊，老貓少數啦吓，馬昆勞斯竟然就唔向橫邊清或者踢高佢去清，
踢前面中腰波啊，實散中對方啊，呢個打翻轉頭就送咗份禮物俾夏維斯。夏維斯啊，真係決賽球員嚟嘅，歐聯又入波啦，決賽啊！繼呢個幫車路士攞歐聯冠軍之後，亦都幫到阿仙奴先開紀錄。國家隊隊友守門員紐亞教識佢啦，我諗就係話你射呢啲呢，即係窄角度一定係衝網頂嘅，因為呢，嗱，我係紐亞呢，我係舉高隻手就守到你啦，所以你千祈唔好射咁低，射高啲，咁啊真係射到好高啊，真係嗰條線啊靚到爆嘅。夏維斯呢都交足功課噶啦。完上半場前有一腳波，右腳係攞得有少少離身嘅啫。如果唔係有機會拉開紀錄，要讚嘅就奧迪加特嘅，即係場上一秒鐘就台下10年功嗰個禁區頂嘅直線呢，奧迪加特嗰個級數咧、能力咧，其實真係對比對方巴黎嗰邊咧係真係高好多嘅。可惜就奧迪加特狀態唔好，打唔足120分鐘嘅啫。如果唔係咧，佢就互射12碼去粉啦，係咪先？好啦嗱。阿仙奴球員其實係交咗功課，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咁樣打呢？5分鐘領先冇錯係 bonus 嚟嘅，係運氣波嚟噶，個天係幫咗你啦。好似當日2021歐洲國家盃決賽英格蘭咁樣好早領先啦。OK， 好早領先其實呢，你係要識得去處理，如果唔係變成死亡之吻，就係太早領先而太早收縮太耐，而你冇反擊就最大鑊。而呢一個阿仙奴更加大鑊嘅地方就係佢嘅反擊力係比當日英格蘭更弱，亦即係話其實係唔能夠長期縮嘅。如果你係打長期縮，你反而就唔係杜沙特、沙卡、夏維斯打正選嘞噃，你反而應該就係起碼有翻馬天尼尼打正選嘞噃。馬道基唔打正選我都明，因為馬道基協防力弱，馬道基適合後備入替居多。馬天尼尼協防力較強嘅，亦有個速度可以打反擊。如果你真係全場打2-3成控球率嘅穩守反擊，咁你真係唔係杜沙特噶噃。你用得杜沙特就應該係要決賽模式控球在腳多50% 控球率，係咪？但係太過早領先，令到阿迪夏可能都佢冇計算到嘅時候就多咗縮咗落去，咁就形成翻呢，就係曾經喺今季聯賽盃決賽輸俾曼城嘅一個經驗啦。其實當日一模一樣，就係咁樣擺2就係冇反擊，跟住呢就係9手必失。9手必失呢就係呢一個長期冇反擊嘅收縮問題嚟噶啦。嗱，冇錯，講到尾你穩守反擊對巴黎真係唔係錯嘅，真係唔係錯嘅。因為由始至終呢，我都不停建議呢，巴黎嘅對手呢係要收縮嘅。或者唔好壓迫，你最多就決賽模式50控球率，但係就千祈唔好壓迫。我哋想當日上一季阿仙奴點解會俾巴黎喺4強淘汰咗嘅原因就係突然之間奧迪加特揮手壓迫啊嘛。奧迪加特嗰種揮手壓迫就係壓迫裏邊最唔好嘅。壓迫咧其實係冇中間嘅，一係咧就一開頭人哋開龍門球你就壓到盡。一係咧就完全唔好壓，最多虛張聲勢壓，但係千祈唔好飆上去埋身肉搏啊嘛。奧迪加特當日上一季嘅4強就係無啦啦冇壓，突然揮手叫隊友上前壓，咁啊突然之間就穿窿啦。因為突然壓、偶然壓係會啲隊友唔會一齊壓，當隊友唔會一齊壓就會有漏網嘅壓迫網。係最唔好嘅。奧迪加特上一季呢一個嘅揮手，呢一個嘅帶領係完全錯嘅。上一季我都講過，去到今季奧迪加特其實真係吸收咗上季經驗，真係冇再揮手，你見得到㗎嘛？係咪？喺收縮嘅時候冇再揮手，突然叫隊友壓，真係遮線啫，真係令到巴黎咧係唔識攻嘅今日啊！所以對住巴黎，你收縮，巴黎一定唔識破密集。呢一個呢，我都係講咗，由上年開始講咗成年噶啦。問題只不過係利物浦收縮就用錯咗5個後衛啊嘛。對住巴黎都講過好多次啦，4-4-2係最佳收縮模式，4-4-2封鎖2隻翼，因為你4-4-2即係你前後有2個可以 double team 對方巴黎最強嗰2隻翼啊嘛。你只要打爆咗巴黎嗰2隻翼呢，其實巴黎就完全唔識面對密集噶啦。佢哋係冇 half space 插入，冇破密集組織，斬高波都冇高佬嘅，乜都冇嘅。巴黎係完全唔識面對密集。你4-4-2收縮一定假佢哋掂噶。你見到巴黎係完全唔識攻啦，係咪啊？
啱晒噶。問題就係你冇反擊啫嘛。如果阿仙奴你嘅4-4-2收縮有穩守反擊，有反擊速度嘅話，其實今日贏咗啦。你就係冇反擊，拉開唔到紀錄，或者冇反擊，唔可以幫後防線減壓啫嘛。正正就係呢一點。一路打到30分鐘，我就不停喺直播時段同啲會員講，我就諗緊點調動啦。我已經諗緊點調動啦。喺上半場嘅30分鐘開始，因為我見到沙卡其實去到30零分鐘都已經腳仔軟，攞波都甩腳。逢係攞波甩腳，真係攰噶啦，一個好清晰嘅跡象。跟住去到上半場早段，奧迪加特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即係我不停喺度諗啦，即係幾時換入伊斯啊，幾時要換馬天尼尼啊？咁其實呢兩個球員係要最早換添嘅。咁呢一個呢，馬道基反而可以遲少少，因為馬道基協防力弱啊嘛。咁應該係等巴黎嗰啲翼呢再係攰啲，或者呢等對方嘅格魯加亞神鋒都退下火線呢，呢個馬道基先至可以入嚟嘅。咁阿迪達都叫做係等格魯加亞神鋒出咗呢，佢先至用馬道基。咁呢度都可以叫做係啱嘅。而佢雖然已經係比巴黎更加早調動，但係即係我都講過啦。係要更加早調動嘅。66分鐘先調動，其實我哋已經見到隊波係攰，基本上咧係輸埋12碼先至調動啊嘛。咁呢個亦都已經係後知後覺，即係可能阿迪達都仲喺度諗緊，即係沙卡係斬角球嘅靈魂之神嚟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今次直頭連一點而反擊也沒有，咁你如何博角球呢？你淨係上半場臨完場前有個角球都冇時間開，基本上如果你打唔翻出去，連角球都冇，咁都唔使傾啦，係咪啊？咁所以呢，就沙卡最早換，可以唔換馬道基入嚟先，可以先用邊個啊？先用馬天尼尼咯。最攰嘅奧迪加特又先用呢一個伊斯咯。你可以見得到嘅，當伊斯啊，呢個馬天尼尼啊出咗嚟之後呢，前邊停波用波反擊嘅能力都真係強咗好多。如果呢啲事情可以早啲發生嘅話，就真係有機會可以令到莫斯昆拿係唔使輸12碼喎。因為你打到反倒出去，咁對方就冇咁放肆狂側直線入去。咁而你嘅後防線亦都冇咁攰，犯錯機會少啲嘅話呢，其實就有機會咯。就唔係話即係坊間啲人係咁懟莫斯昆拿，鬧佢會爆炸會勝，唔應該俾佢打正選，即係反而唔係咁睇。你反而應該係用整體戰術去減輕一啲你唔係咁夠班嘅球員。嗱，未開波之前我都講啦，有機會爆炸嘅莫斯昆拿，我都有預佢哋會爆炸，有預會失一球波㗎。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作為教練，你就要盡量安排戰術，去令到你有機會爆炸球員，減低爆炸機會啊嘛。我好理解噶，就係添巴剛剛復出，我唔會逼佢打正選嘅。就算即係呢個莫斯昆拿，佢好少呢個打右閘到啦，我哋都會明白就係當冇人嘅時候，要臨危受命嘅一個取捨嘅。而你更加可以睇到嘅就係喺收縮嘅過程當中，莫斯昆拿速度真係唔輸蝕俾格魯加亞神鋒喎，亦都真係單對單封咗佢幾次噶嘞噃。所以呢度我唔會怪點解唔用添巴正選，亦都唔會話怪點解用莫斯昆拿打右閘正選，只不過就係怪你嘅打法。你如果真係發現隊波啊係猜唔到太緊張決賽啊，即係打唔到決賽模式啦，猜唔到50% 控球率啦。第一次打決賽唔夠經驗啦，你睇得到啊，原來你打唔到你賽前所諗嘅嘢，係又變咗被逼收縮入翻聯賽杯決賽嘅困境嘅話，咁你就要即刻臨場應變，諗到哦，如果我一路打反擊，而前邊呢幾隻嘢冇反擊嘅話，唔得喎，咁係咪應該早啲調動啊？其實半場就應該要換啦，起碼換馬天尼尼打翻啲上去先，跟住逐漸約基利斯嗰啲出嚟咯。咁就馬道基啊、伊斯喺度，其實伊斯打反擊上去都強噶嘛。咁你呢啲已經打得到，下半場打得翻出去嘅話，其實真係後邊會犯錯嘅機會會少啲，或者會遲啲咯。如果佢遲啲先犯錯，你有機會就已經用反擊拉開紀錄，你係贏1-2啦嘛，亦有機會啦嘛。總言之咧，你一定係要
令到自己有較大優勢向好嗰方面行，而唔係一路一路行去個困境裏面噶嘛。嗱，我當然會咁樣講嘅，好公道嘅，我就會話阿迪達佢的確係近10年帶領英超球隊入歐聯決賽最年輕嘅教練，係44歲嘅啫，即係佢做到嘅嘢呢，係冇乜人做得到噶啦，已經係算係好叻仔。但係問題就係話，我照樣今日批評，因為你喺聯賽杯決賽試過啊嘛，係咪？你的而且確試過啊嘛。咁當然啦，就係呢一個曼城面對密集嘅能力，梗係遠遠好過巴黎好多啦，所以先至會頂頭鎚入到波啦，奧拉利啦，即係呢一個曼城都有高佬，巴黎真係冇。但係你唔應該掉以輕心啊嘛，因為連我呢啲香港嘅無名小卒都諗到莫斯昆拿嗰度就係輸12碼嘅問題，而巴黎嗰邊自己都會諗得到噶嘛。就係佢哋係唯一嘅方法係搏12碼啦嘛，因為任何運動戰佢都唔識啊嘛，連角球都唔識斬噶嘛。巴黎係渣噶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會諗到搏12碼嘅最後一個機會噶嘛，而你最容易輸12碼嗰個就好明顯莫斯昆拿，莫斯昆拿係魯莽啲噶嘛，由佢轉會嘅時候我已經講過噶啦，你只要做足功課，你實明呢啲嘢，你實估到呢啲嘢噶嘛，咁所以你一定係要有呢一個嘅準備嘅。你係知道巴黎都係會有機會追翻你啊！你唔好諗住真係可以0-1噶，咁一定係要積極啲，早啲換調動去，希望尋求呢個0-2。如果你嘅比賽能夠搞到更加接近0-2嘅話，咁你距離1-1就遠咗噶嘛？呢個好得意噶嘛，足球就係咁噶嘛，係一個來回拉鋸嘅遊戲嚟噶嘛。咁當然啦，去到最後我又會好公道咁樣講翻啦，即係帶領英超球隊打歐聯呢，入埋決賽呢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嚟嘅，因為你喺英超已經係相當大壓力，你嘅壓力係遠超法甲嘅，而亦都好多教練呢都唔係第一次打歐聯呢嘅決賽就成功奪冠嘅。阿迪達我依然係會俾時間咯，咁但係今日嘅呢一個教訓咧係一定要記得嘅，而即係等於我當日批評佢嘅師傅哥迪奧拿輸俾車路士一樣，即係突然之間將洛迪唔擺正選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深切教訓，係必須要記住嘅。打穩手反擊，例如修夫基嗰次都一樣嘅，冇反擊就唔叫穩手反擊嘅。如果你係冇反擊嘅話咧，就唔該你猜翻個波，攞翻50% 控球率。當你真係猜唔到，緊張呢一個唔夠經驗，咁你一定要收縮嘅話，你就要即刻換啲反擊點出去，你死都要打翻出去。你唔打翻出去就輪到你死噶啦。咁至於咧就有人話係關於球證嘅問題，咁球證嚟講咧，的而且確啦，喺中場混戰嘅對抗咧，咁就係比較容易吹阿仙奴犯規，咁但係呢一個咧係歐聯特性嚟嘅，即係有啲對抗喺英超就唔吹嘅，但係咧喺歐聯係會喺呢方面係緊啲嘅。咁跟住咧莫斯昆拿嗰個從後攔截鏟落去咧，佢嘅魯莽問題嚟嘅，呢個就係球證係判決係正確嘅。咁莫斯昆拿因為掟界外球遲咗啦，攞咗黃牌啦。咁呢球波咧，如果佢再收黃牌係可以2黃1紅，但係球證算係網開一面嘅。咁至於就係關於馬道基嗰個突破啦，馬道基出咗嚟之後，真係幫到阿仙奴打反擊啦。咁先至巴黎唔會贏2-1嘅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呢球波到底係唔係要俾12碼咧？嗱，佢巴黎呢一下最着數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冇落腳咯。上身嘅對抗啦，即係無論係點樣咧，即係拉啊或者咧壓對方落地啊呢啲咧，都仲係好過你落腳從後鏟咯。咁當然啦，你可以話噶，如果球證俾12碼啦，又得噶喎，即係因為佢喺後面啊嘛，後面咁樣向後向前壓低咗。如果啲好鬼手緊嘅球證，佢係俾12碼咧，又唔係唔得。不過問題就係話咧，佢呢個咧就係可俾可唔俾嘅時候，當佢唔俾。而上高睇到都係覺得可俾可唔俾，咁即係話咧係覺得主球證冇大犯錯嘅話咧，咁啊真係可以唔俾嘅。所以球證嗰方面我唔覺得有太大問題啦。
咁至於講到巴黎嗰度啦，巴黎咧佢不斷入歐聯決賽啦，咁今次衛冕成功添啦。咁其實係有佢嗰個必然性嘅，因為法甲嗰邊係即係成日都開綠燈，唔使佢打法甲。咁我哋一路都知得到啦，永遠打淘汰賽去到大戰，如果你嘅體能係有優勢，係極度着數噶嘛。即係我哋睇英超睇大戰，成日都係咁噶啦，係咪先？唔使打歐聯嗰隊，就梗係打英超打大戰嘅就特別着數噶嘛，呢個係必然噶嘛。咁所以呢個巴黎呢，佢有個必然呢嘅着數，而就係因為呢種着數，就令到佢可以不斷發揮佢嘅速度，而佢真係不停買快嘅球員喺前邊啊嘛。咁啊，即係佢叫對症下藥去對歐聯嘅呢一個打法同埋個賽程咯。咁但係你已經可以睇得到嗱，上年巴黎攞冠軍即係贏國際米蘭，根本係實力爭太遠啦。咁而今次真係遇上呢個強敵阿仙奴，而阿仙奴真係穩守反擊嘅時候，即使冇反擊，但係巴黎根本你見得到一個完全唔識破密集嘅呢個物體嚟噶。咁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係會輸俾車路士，呢個係好必然噶，因為車路士收縮，巴黎就實攻唔入噶啦。咁跟住車路士係有反擊噶嘛，車路士嘅反擊力當日係好過阿仙奴噶嘛，咁咪輕鬆贏咯。所以咪就係話點解阿仙奴今日如果有反擊都係一定會贏啊。呢隊巴黎嘅死症就係你只要有反擊而你能穩守，甚至你嘅收縮都唔係好叻，車路士嘅防守都唔叻啫嘛。但係你只要做啱戰術，巴黎都係冇你符噶，巴黎永遠就係要靠你壓迫出嚟噶咋。咁所以其實巴黎今次都係要互射12碼先贏噶啦，巴黎其實係贏得冇乜說服力噶啦。法甲又始終係冇咁大壓力啦，咁所以最終即係呢一個早咗收列呢個丹比利啊、紐魯文迪斯啊、艾舒拉夫、夏基美啊，佢都係能夠復出咯。咁但係天巴即係打英超嘅壓力太大，傷得重啲，天巴咪復出唔到咯。即係呢啲嘢亦都係慳咗落去咯。總唔知你打英超咧，再打歐聯就係唔着數噶啦，呢個係冇辦法嘅。只不過歐協聯同埋歐霸實力差太遠咁解嘅啫。好啦，嚟到 last 呢一 part 啦 ，Patreon YouTube 會員區域片尾彩蛋。根據咗呢一場嘅歐聯決賽之後，如果我哋下一季嘅阿仙奴 aim at 歐聯嘅話，我哋仲需要喺轉會窗嗰度做啲乜嘢呢？咁記得咧就要支持 Patreon 喎。咁 YouTube 免費區域呢度記得俾多啲 like、subscribe、撳鐘仔，俾多啲有意嘅留言分享。我哋嚟緊世界盃再見江湖，拜拜。嚟緊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嘅足球評論。如果你想對於何 wing 嘅堅持作出實質性嘅支持嘅話，就記得 join Patreon 啦，會越嚟越多獨家嘅節目，包括獨家轉會評論啦、獨家賽後評、獨家大戰預測、獨家英超強隊每周文字預測，加上 YouTube 普通影片最後嘅片尾彩蛋啦。要聽晒以上嘅節目都只係需要40蚊港紙嘅咋，再加多20蚊就有埋每個月2次嘅專屬直播，攞到正選陣容，再預測2場準備開波嘅大戰。如果再想支持多啲呢，就可以睇埋額外嘅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精裝版微觀聲畫同步，加入最高嘅球王級別就可以啦。咁如果你係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就可以以75蚊嘅優惠訂閱。希望喺 Patreon 見到大家啦！